呢篇係一份針對蘋果開發者生態同埋生成式 AI 存亡危機嘅深度分析報告。講到呢1-2年嘅科技界，蘋果嘅開發者生態依然係全個行業嘅風向標。根據最新嘅官方數據，全球註冊嘅蘋果開發者總數已經正式衝破咗6000萬人嘅大關，精確啲講係大約6059萬人。對比返前幾年，呢個數字喺短短3年間差唔多翻咗1倍。背後最主要嘅原因，第一係因為 Apple Vision Pro 呢類空間計算新硬件推出，引咗一大班做 3D 同埋 XR 嘅開發者入場。第二係因為 Swift 語言同相關工具越來越普及，減低咗寫 App 嘅門檻。第三，亦都係最關鍵嘅，就係好似 GitHub Copilot 或者 Castle 呢啲 AI 寫 code 工具大行其道，令到好多原本唔識電腦程式嘅創意工作者都可以靠 AI 幫手寫出自己嘅 App。喺經濟產值方面，蘋果生態依然強勁。喺2025年，全球 App Store 生態系統嘅總營業額同埋銷售額已經去到1.4兆美元。最難得嘅係喺呢個龐大嘅流水入面，有超過90%嘅市場份額係完全歸開發者所有，唔使俾所謂嘅蘋果稅。呢啲主要集中喺實體商品、外賣同埋旅遊等第三方實體服務。同時 AI 技術亦都全面滲透入 App Store。自從蘋果將 Apple Intelligence 普及到各部硬件之後，全球排名前100名嘅熱銷應用程式入面，有超過40款已經深度融合咗 AI 功能。呢啲 AI App 嘅營收增長速度仲要比普通 App 快足足4倍。講到 AI 對人類世界嘅深遠影響，呢場變革被視為第4次工業革命。首先，它改變咗人類攞知識嘅方式。以前我哋要上網搜尋、睇書篩選答案，依家變咗直接同 AI 對話，1秒就可以生成萬字論文嘅總結。雖然效率高咗，但亦都有人擔心人類會將思考主體外包咗俾 AI。其次，生產力結構面臨重新洗牌。以往自動化係取代體力勞動，但呢一輪 AI 浪潮影響最大嘅，反而係文員、設計師、寫手同埋程式設計師等白領階層。雖然 AI 可以幫手處理重複性嘅工作，解放人類嘅時間，但同時亦令到好多初級職位萎縮，年輕人入行變得越來越難。此外，除咗影音生成同語音複製技術越來越逼真，眼見為實嘅時代正式終結，深度偽造引發咗大批網絡插電同版權爭議，迫使世界各地要加緊立法監管。喺賦能方面， AI 對個人公司以至上市公司都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對個人嚟講， AI 正在打造超級個體。一個唔識寫 code 嘅藝術家可以靠 AI 寫出自己嘅 app。一個作家可以將作品精準翻譯成20種語言。個人嘅重複勞動被全面壓縮，令到一人公司變成現實。對公司而言， AI 帶嚟極致嘅降本增效。傳統營銷要人手寫文案，依家 AI 可以做到千人千面嘅精準投放。傳統客服要排隊對答死板，依家 AI 客服可以24小時用多國語言秒速回應，幫企業慳返超過30%嘅營運成本。至於上市公司， AI 更加直接決定咗股價同估值。微軟、Google、Meta 等科技巨頭將幾千億美元投放入去起 AI 數據中心，直接炒旺咗英偉達同台積電等上游晶片股。能夠成功將 AI 轉化為研發成果同實際營收嘅公司，市場就會俾好高嘅估值溢價。相反，如果業務好容易被 AI 取代嘅傳統外包公司，估值就面臨腰斬，成個股市嘅資金都向頭部企業集中。不過，市場依家最關心嘅問題係 AI 究竟能唔能夠持續發展落去，
定係會好似當年網絡泡沫咁爆破？答案係技術會繼續進步，但商業泡沫一定會經歷一連慘烈嘅清洗。從技術面睇，AI 正在結合機器人同無人家屬，走向物理世界，而且演算法同合成數據嘅突破，亦令到 AI 嘅推理能力持續提升。但從商業面睇，AI 嘅閉環其實非常脆弱。首先，大模型每一次深度推理都要燒好多算力同電費，成本極高，搞到好多 AI 公司做多錯多，做多虧多。其次，技術出現咗邊際效應遞減，大模型參數加大咗幾倍，但用戶體驗到嘅能力提升卻變少咗，令到資本市場開始動搖。如果未來幾年大模型底層算力嘅供應遠遠超過市場嘅真實需求，而且 AI 因為私隱、成本或者技術樽頸而冇辦法喺大眾層面普及，成個 AI 產業鏈將會引發一場大滅絕。對於磨成層嘅初創獨角獸公司，佢哋前期全靠融資嚟租晶片同請人，自己根本冇造血能力。當風投基金一收水，加上 Meta 等巨頭不斷推出免費又好用嘅開源模型，呢啲中小型模型公司嘅 API 根本賣唔出，最後90%嘅公司會喺1-2年內燒晒現金，宣告破產，剩低有技術嘅都會被微軟、Google 呢啲大佬以極低價賤賣收購。對於應用層嘅套殼公司，佢哋只係接駁咗 OpenAI 嘅 API， 做啲簡易對話或寫作功能，完全冇護城河。上游大磨成一更新功能，就可以瞬間殺死一大批套殼 App。隨着市場熱度冷卻，客戶退訂率飆升，呢類公司95%會迅速灰飛煙滅。只有極少數掌握獨家私有數據、深耕特定垂直行業嘅公司先可以生存。而最震撼嘅會係上游算力同賣水人，當下游嘅應用同模型公司集體倒閉，雲端運算巨頭就會發現自己起咗太多數據中心，積壓咗太多 GPU 算力。巨頭會破住削減開支，停止向晶片搶下新訂單。到時，以前一粒難求嘅頂級晶片會變成嚴重庫存積壓，二手算力市場會打價格戰，晶片價格暴跌，好似英偉達呢類半導體巨頭，高達幾十倍甚至100倍嘅市盈率估值將會面臨腰斬，引發全球科技股大崩盤。至於網際網路巨頭，雖然佢哋有傳統業務，好似搜尋、電商、硬件銷售嘅現金流，頂住唔會倒閉，但都一定要面對巨額嘅資產減值損失，財報淨利潤會大幅下滑。巨頭們會被迫重回務實主義，停止全面 AI 化嘅激進策略，收縮返去真正有回報嘅場景，例如用 AI 優化內部廣告系統，或者提升代碼開發效率。總結嚟講，如果呢場供過於求嘅危機真係發生，對商業模型嚟講係一場摧難，但對人類科技史嚟講，反而係一個修正嘅轉折點。正如2000年網絡泡沫爆破之後，留低咗好多平價嘅光纖基礎設施，先至孕育出後嚟嘅 Google、亞馬遜同 Facebook。AI 嘅供過於求，只係商業嘅失敗，唔係技術嘅失敗。當算力成本喺泡沫爆破中大跌90%，晶片平到可以塞入每部家電同工廠設備，全行業唔再盲目追求參數，而是專注用戶體驗嘅時候， AI 嘅真正普及先至會真正誕生。正如蘋果生態入面展現嘅趨勢一樣，真正推動時代前行嘅，往往唔係底層技術嘅喧鬧，而是全球幾千萬開發者如何將技術轉化為日常生活中切實解決問題嘅精緻應用。頂得住呢場烈火考驗留低嚟嘅，先至會係真正引領未來嘅科技巨擘。